拉飛呢個獎金制度，尤其是啱啱喺10月27號2.0開始嘅一啲體驗同埋一啲體驗啦，去分享俾大家去知道啦。我想問下在場有邊位係已經加入咗嘅？有邊位？真係加入咗舉手喎，加入咗嘅舉手。OK， 未加入嘅，未成為拉飛一份子嘅，舉手。OK， 冇舉手嘅咧，舉手。如果我見到咧，我而家已經唔緊張啦，因為點解咧？見到未加入嘅人咧比較少，所以咧我就算講錯咗都冇所謂，因為你哋大部分人都加入咗啦嘛。OK， 咁首先我都想去介紹一下自己先啦。咁其實眨下眼咧，就已經原來我加入咗拉飛4年半啦，超過4年半。我係2021年6月11號加入拉飛嘅。咁好多謝，真係好多謝我太太，因為由佢去喺 Facebook 度見到呢個產品啦。咁亦都係我哋喺網上面認識 Susanna 係我哋推薦嚟，我乜俾個掌聲，熱烈嘅掌聲俾阿 Susanna， 因為如果冇 Susanna， 我相信你今日喺香港。咁亦都好多謝佢呢4年半嘅照顧啦。咁亦都我自己好開心就係大概啦，我自己用咗11個月時間，由當年2021年6月去到2022年5月嘅時候，我就成為咗1.0啊，即係我哋所謂叫舊制度嘅最高嘅一個職級，叫 SPD， 完全估唔到，亦都唔係我好叻 ，OK， 絕對唔係我叻 ，OK， 啱啱最近有人話我似一隻牛啊。Okay. 我真係一隻牛嚟嘅，因為點解咧？我淨係得2個字啫，就夠勤力。OK， 咁但係我想話俾大家聽，點解我有超過10年直銷嘅經驗？即係話我其實之前係有加入過另外一啲其他公司，甚至乎有一間公司我係做咗10年嘅，但係我都做唔得成功。但係點解我可以喺拉飛呢度好似睇落啊，即係我唔覺得我自己好成功啊，坦白講。但係俾人覺得會，都 Steven 都哇做得好成功喎。其實真係唔係我叻唔叻，其實係因為拉飛本身呢個平台，佢本身真係一個好勁嘅平台。頭先有講到咧，有好勁嘅產品啦，有好勁嘅發明家啦。咁亦都有好穩健而家公司嘅一個 base 啦，因為公司短短用咗21年時間，竟然能夠成為全球排名第22名嘅一個公司，係好唔簡單，真係好唔簡單。咁最近亦都係喺台灣去認識咗一位前輩，咁佢又分享到咯喎，佢就話一個直銷嘅企業啊，公司係咩啊？公司係個基礎，產品係咩啊？產品係個靈魂，而個制度係咩咧？制度就係個動力啦。咁所以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可能今日我講完之後，你都係一頭霧水嘅，唔緊要。但係我想話俾大家聽咧，如果我可以喺4年半之前，透過一個唔算好大動力嘅一個制度，我都可以去做到我而家租緊2個單位，都同2個單位啊，都唔介意同大家講啊，1個月嘅開銷連埋請一個助手咧，最少5萬蚊港幣。最少 ，OK， 咁所以而呢個收入係1.0已經帶俾我咯。但係點解阿 Fish 一開始同大家講話佢打俾我嘅時候，我會講話哇呢個2.0真係好 amazing 咧，因為咧我真係估唔到由2.0開始啦，10月27號第一個禮拜開始，第一個禮拜啦，10月27去到11月2。跟住咧，我去到第2個禮拜，11月3至到11月9號啊，我竟然能夠可以喺呢一個禮拜，啱啱2.0推出第2個禮拜咋，我可以去突破咗我自己單一個禮拜收到最高嘅獎金，所以我覺得呢個真係非常之 amazing。咁所以亦都希望可以今日能夠去同大家分享啦，拉飛現時而家呢個制度嘅2.0有啲乜嘢嘅優點或者優勢喺度？咁我總共咧歸納咗佢10點嘅。其中第一點係咩咧？我亦都係一開始嘅時候已經覺得拉飛佢成個概念好好，就係
因為你要成為 Live Faith 嘅一份子 ，OK， 你可以有幾個唔同嘅選擇啊，由最基本入門套裝295蚊美金，即係大概2400蚊港紙啦，去到最高專着套裝1750蚊美金，大概係14,000蚊港紙。咁其實冇所謂嘅嚇，唔一定要你一開始就買個最大嘅 plan 嘅。OK， 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咧，4年半之前咧，當其時嘅舊制度仲有一個再低啲嘅選擇，就係買一包嘅啫，買一包125蚊美金去加嘅。我嗰陣時係用一包開始嘅，我唔係話一嚟就攞好多錢出嚟買，我都係一包開始。OK， 咁所以咧喺拉飛嚟講，其實任何人 OK 都係好容易、好輕鬆咁樣可以入到嚟。咁其中呢個門檻低，我哋所謂門檻低有啲咩好處啊？知唔知？有冇邊個係曾經或者而家現時有經營緊呢個直銷嘅生意嘅，或者係網絡分銷嘅生意嘅？有冇啊 ？OK 其實咧呢個行業咧有一樣嘢好重要嘅，就係咩咧？就係人數啊！你個團隊人數越多，就代表咩咧？代表你一定個收入越高。咁乜嘢可以引致到嘅人數高咧？一定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佢容唔容易行咗入嚟，我哋所謂叫門檻低。咁所以喺拉飛嚟講好簡單，最基本2000零蚊已經可以加啦，咁亦都冇任何壓力啦。甚至乎，我覺得呢個真係超正嘅就係，佢可以俾你冇時間限制，一步一步咁補錢去買上去。你買上去都冇所謂㗎，不過你覺得個產品唔錯嘅話 ，OK 嘅話，你想繼續你咪買上去咯。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好好嘅一個優點啦。好啦，咁第二個優點係咩咧？頭先有冇講到就係30天嘅一個無條件全額退款啊！即係話你選擇任何一個套裝加入都好 ，OK， 30天之內你可以有足夠嘅時間去體驗啦，同埋去了解嘅，不論體驗嘅產品又好，或者了解個商機都好。30日之內，如果你覺得呢個產品或者呢個商機同你冇乜，即係或者講啦，你冇乜興趣嘅，或者你覺得唔啱你嘅，你可以隨時喺30天之內去同公司申請退款，係冇需要任何條件嘅，甚至乎你開個產品嚟用都 OK。咁你覺得呢個正唔正啊？呢個非常之正，點解咧？因為變咗就係當一個新人加入嘅時候，當然啦，可能你都會好相信你個朋友啊，我相信你用得好，或者你相信你朋友透過呢一個平台真係可以賺到一個唔錯嘅收入，但係你都會有個問號就係，究竟嗰個係咪我咧？係嘛？咁所以公司就係俾一個30天好安心嘅時間俾你了解清楚、體驗清楚，同埋仲有就係當你去介紹朋友嘅時候 ，OK， 都會可能諗嘅就係，我用得好啫，我喺度發展得好啫，但係未必一定係對，即係呢個朋友會一定用得好嘛，係咪？咁如果當然佢覺得呢個產品唔啱用，或者唔合適咩都好，咁會唔會個朋友會有個想法就覺得好似我去令到佢使嗰啲冤枉錢啊？會唔會啊？會唔會有呢個擔心啊？都會喎。但係公司已經包咗30天可以全數，即係無條件全數退款，咁係咪你哋更加放心、更加安心去介紹俾身邊啲朋友啊？係嘛？咁所以呢個其實我每一次喺我自己嘅 centre 度做講座嘅時候咧，我一定會係強調呢一點，令到所有新嘅朋友咧都好安心去加入去使用。OK， 好啦，咁第三個當然頭先亦都有講過就係公司成個網絡系統，我覺得真係做得非常之好。我係讀咩出身咧？我響中文大學計算機工程系畢業嘅，2001年有冇師弟啊師妹啊 ？OK， 中文大學有冇啊 ？OK， 咁咧我讀工程啊嘛，所以咧我就最中意睇嗰啲數字啊系統啊。哇！我發覺咧拉飛呢個系統啊，呢個會員系統真係花咗好多錢去擺落去，而係好 detail 去可以睇到晒好多唔同嘅資料之外咧，佢係仲要全球超過80個國家係連線嘅，即係咩意思咧？你只要係開一個戶口，你只要註冊一個戶口，你已經可以將你嘅業務發展到超過80個國家以上。咁好似我自己為例啊，我其實主要就係一開始係發展香港同澳門市場啦，但係真係估唔到而家我做到嘅市場咧，可唔可以？上最下邊。OK，anyway，美國啦、加拿大啦、
澳洲、紐西蘭、新加坡啦、馬來西亞啦，甚至乎有啲估唔到啊，杜拜都有會員，非洲都有會員，可能我一世都唔會同佢見面，但係真係喎，係咪喺杜拜、非洲嗰啲我點會有機會同佢見面？但係嗰個標題係咩啊？個標題就係佢每一次去買產品又好，或者再介紹朋友去用產品加入都好，我都有得益嘅喎，都同我有關嘅喎。OK， 所以公司係有個咁好嘅系統俾我哋，可以就係單註冊一次戶口已經可以發展到全世界嘅生意。好啦，咁另外咧，公司佢亦都拉飛，亦都係發放超過唔係超過佢係將佢自己營業額嘅60%分發出嚟。大家留意話係營業額喎，唔係將佢個利潤或者所謂分數喎。乜嘢為之營業額嘅60%咧？就係拉飛每做100蚊美金生意，佢係將60蚊嘅美金分出嚟俾我哋，係非常之高。你要知道每一間公司生產產品啦，係咪營運啦，好多唔同嘅開支啦，係咪要請人啦，係咪？但係佢竟然能夠可以將佢60%嘅營業額分出嚟，所以甚至乎有時公司做一啲特別嘅 promo 咧，係再額外double嘅獎金啊嘛。我有啲會員都話：哇，公司好似派錢咁樣。我可以話俾大家聽，真係嘅，佢真係派錢。點解咧？因為你諗下一個咁樣嘅 patch， 大量生產嗰個成本高唔高啊？係好平。但係佢唔係我哋永遠呢個世界咧，唔係即係個產品個價格係同咩掛鈎啊？唔係同佢個成本，係同佢個價值啊！呢個貼咧，我可以甚至話俾大家聽咧，我覺得有好多時我見到好多唔同嘅人透過用呢個貼，哇，改善咗好多10年、20年、30年嘅身體問題。呢個一個 X39平均20零蚊一塊，我覺得係完全超值，佢甚至乎其實可以賣貴啲，但係佢係用緊一個咁樣嘅價錢去賣出去咧，係變咗係真係可以普羅大眾都用得起之餘，佢亦都可以分到一個好可觀嘅利潤出嚟俾我哋。咁而咧，拉飛成個嘅獎金計劃，佢係用一個我哋叫混合式啊。混合式咩意思咧？就係一個叫雙線加太陽線嘅一個系統。你聽明緊要嘅，最緊要知道呢個系統為你帶嚟啲乜？我可以為你帶嚟啲乜咧？就係佢呢個計算獎金嘅方式咧，第一係無限深嘅，係無限深去計算。OK， 即係話同你相隔1000個、2000個、1萬個嘅會員都好啦，佢哋嘅消費都同你有關。OK， 第二就係你可以發展到嘅我哋所謂直推線係無限闊嘅，所以你能夠只要不斷去發展更加多新嘅直推線出嚟啊，你係可以無限去擴展你嘅深度同闊度。成個獎金制度係冇上限嘅，佢冇話設定每個會員每個禮拜係可以收到幾多獎金，冇嘅。上年喺美國最高收入嘅一位會員，公司有公佈嘅，係1年超過300萬美金。但係以我所知咧，佢經營咗大概6年到嘅啫，6年到1年收300萬美金，即係超過2400萬港紙，一個月平均200萬。我覺得我冇咁貪心。OK， 我1/4啦，1/4都夠。OK， 咁可以租個大啲嘅中心啊。OK， 咁另外咧，其實喺2.0嚟講咧，亦都佢能夠做到一樣嘢叫回本快。即係如果大家用一個經營生意嘅概念去睇啊，咁做生意第一步係咩啊？就唔係要諗住賺幾多錢先，一定係點啊？回本啊嘛，係咪？好啦，佢回本快係咩原因咧？就係因為佢投嗰幾種獎金，推薦獎金佢係可以有35至到405蚊嘅美金啦，嗰個百分比好高嘅，由12% 去到23%。另外亦都有代數嘅個獎金，就係話所有你直接推薦嘅會員，包括你嘅即係講緊直推會員嘅頭3代咧，簡嚟講，你可以收到3至7%，透過佢消費產生出嚟嘅分數而得到一個利潤，即係話佢只要每一次重複消費，你都會必定會有獎金產生。加埋呢個我覺得好中意，就係一個叫快速啟動獎金啦。因為喺舊制度1.0嘅時候係冇呢個獎金，變咗咧好多會員加入咗之後，佢冇一個好強嘅動力話我要去快啲去分享快啲去即係去了解但係現時咧有2.0嘅時候咧，有呢個
9週嘅快速啟動獎金就可以能夠更加帶動到佢更加快去了解啦，更加積極啲去分享啦。咁而呢個獎金咧係最高9個禮拜之內可以收到450蚊美金。咁你諗下喎，其實如果你用一個 Core 或者 Advanced Tier 都係300至到500蚊美金啫嘛。如果你能夠可以收到呢個9週450蚊美金，其實已經係回本㗎啦。即係話其實唔止回本㗎，你仲賺到健康，因為你有產品啊嘛，係咪？咁另外亦都係一個新增嘅一個好吸引嘅晉升獎金啦，能夠成為1星董事就有5000美金。sorry 500啊 ，OK， 收少咗唔好揾我，因為上次阿 Stephen 講話5000㗎啦，係500 ，OK， 1星執行獎咧就係5000啊，係5000，1星至3星總裁咧係5萬至10萬。咁我記得咧第一次去睇呢個獎金制度嘅時候咧，我睇到呢一 part 1星總裁呢個，我真係再數清楚係咪真係後邊有4個零5萬蚊美金喎，即係當然啦，可能對於你嚟講係濕濕碎啦，但係對我嚟講，我覺得都幾大筆錢㗎啦，即係都為咗 send 成差唔多30幾40萬啦，係咪啊？咁雖然我哋經營拉飛唔係淨係想要攞一筆嘅獎金 ，OK， 我哋係希望能夠可以營運到我哋自己嘅團隊，去不斷產生一個持續嘅被動收入。咁但係如果能夠透過一個努力衝刺去賺到一個額外獎金，好嘛？非常之好啦，所以咧我都好開心啊！除咗我響2.0即係開始咗之後，我已經收到呢個1星執行獎呢個額獎金之後咧，我都有好幾位伙伴啊都可以收到呢個獎金啊！我都收到啊！恭喜我啦！OK， 點解佢咁大反應？間有機會話俾大家聽。好啦，當然我哋頭先講到就係我哋去經營好我哋嗰個。不斷去營運到我哋嘅團隊嘅時候，越嚟越做得深，越嚟越做得闊嘅話咧，開始亦都可以收到對碰獎金啦。對碰獎金係無限深計算啦，而每個禮拜啊，呢個對碰獎金係可以收到25000蚊美金啊。每個禮拜，拉飛係每個禮拜去結算，即係我哋叫週結啊。咁25000蚊美金，即係大概等於幾多錢講啫？如果乘8咧，即係20萬㗎啦，接近20萬。OK 咁另外仲有呢個輔導獎金，亦都可以收到6代啦，係講緊自己每一條直推線最近6代所有1星董事以上，佢哋每一個禮拜產生到對碰獎金同埋呢個代數購貨獎金嘅金額成一個百分比。OK， 當然啦，我都相信我講完之後你哋都係唔明嘅，咁但係盡量用我嘅興奮度話俾大家聽，可以話俾大家聽係好正，因為你6代嘅呢單係可以做到好深好深。我淨係一條新加坡嘅線咧，呢種獎金已經我覺得都非常之滿足，因為佢哋發展咗好多嘅呢單出嚟。所以當然啦，呢個要經營嘅，我唔係話俾大家聽，你一加入嚟就可以收到。OK， 但係只要你願意去跟住我哋一齊去好好去一齊去經營嘅時候咧，一步一步你就會即係享受到呢個獎金2.0嘅好處啊，個成果。咁其中最近有位朋友咧都好啟發到我啊，就坐咗喺後邊嘅戴住口罩嗰位。咁咧佢就話入嚟拉飛咧，一係唔做，一做要做咩咧？總裁就要做總裁，點解啊？錢啊！因為可以收到呢個全球分紅公司係每一季咧會將一個百分比嘅營業額係分出嚟俾所有全球嘅1星至3星總裁。OK。現時個好消息係咩咧？以我所知全球應該未超過20位應該未超過20位嘅1星至3星總裁，即係話我哋仲有好多好大嘅空間，好高嘅機會咧，可以都晉升到成為1星總裁以上，而攞到呢個全球分紅。OK 要知道拉飛而家係講緊咁樣好似火箭咁升緊喎，所以個業績係相當年，同埋呢個我好中意嘅。雖然以前我唔中意，以前我記得啱啱開始加入嘅時候咧，我可以參加到個 incentive trip 咧，跟住我話唔去，跟住阿 Susanna 就好嬲。但係而家咧唔去，我自己唔去一來就一定唔去啦。如果我啲伙伴有得參加而唔去咧，我諗我都會好嬲，因為好開心係公司佢每年都有2次嘅一個旅行啦，獎賞旅遊啦，即係好似等於我哋聽日我哋聽日就一班人去一齊上船。有邊個聽日會一齊上船㗎？
哦，嗱恭喜你先。咁其實咧，每一次我去體驗公司個旅人獎賞咧，佢真係係唔係一般嘅旅人獎賞，每一次都住5星級嘅酒店啦，亦都好好嘅招待啦。咁同埋我覺得最重要嘅就係能夠可以有幾百位，甚至我相信嚟緊可能過千位，大家志同道合嘅，來自唔同國家嘅伙伴，唔同國家嘅領袖，哇！一齊聚集埋一齊，跟住可以大家互相學習啦，大家互相去溝通啦，去成長啦。我覺得呢個或者大家一齊分享啦，我覺得呢個係比賺到錢更加難能可貴同埋更加開心啦。咁所以今日我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啦。最後我希望可以嚟緊同大家一齊去同阿 David 去完成佢嘅一個心願，就係咩咧？就係 One Vision 同埋 One Light。One Vision 係咩咧？佢就係希望能夠可以透過拉飛去令到更加多人去脫離藥物嘅依賴。呢個係佢嘅 vision。另外一個 vision 就係佢希望能夠全球可以有10億人去可以用得到拉飛，而透過 One Light 就係邊個拉啊？就係拉飛嘅安。OK， 好，咁我今日嘅分享到呢度啦，多謝晒各位。我哋再次多謝